后来政府安尼苦口婆心，希望这个5日节大家莫来耍动，都是正惊这个家庭的成员会来烧胃烧透。这个高雄小港6月初，就有一个家族爆发着菌株的感染，卫生局来做疫调了后，发现讲这个家族内底60多岁阿嬷，伫个5月19迄天有接待一个卫生北市沙丁堡来的姊妹仔伴，这个姊妹仔伴搁伫因兜过一暝。 尾啊，阿嬷这个姊妹仔伴确诊，刷落来阿嬷嘛确诊，然后家族的成员包括姨丈、囝婿等等，一家口5个人隆重确诊，拖规阵。当然多多少少会担心啊。你跑下来传染给家人，再传给大家都不好。就算已经全面消毒过啊，不过对落区内有家族确诊，未少民众医院会烦恼。 高雄6月初发生首港区一个家庭的菌株感染，卫生局经过调查，追踪到这个感染源是5月19卫生区沙丁堡罗南去拜访的阿嬷。这位密友呢，在5月下旬有因为上呼吸道症状的一个就医情形，6月8号确认他是一个感染确诊的一个个案。 因为咧拜访的朋友确诊，这个60多岁阿嬷，互人喂着，所来阿嬷家族内面的姨丈、囝婿，甲8个月大的红婴仔等有5个人去喂着。当伊摕口罩互阮囝是，阮囝有戴口罩呢，啊因阿嬷嘛有戴口罩，安尼个传染会着呢。包括我下底的司机，我员工全部都跟筛检，我甘愿工过天甲拢筛检哦。 阿嬷另外一个囝婿用事先接受访问，讲伊虽然讲无确诊，也毋过烦恼场因兜的情形。这件家庭感染事件是因为北部有确诊的朋友落南，所以讲散布这个病毒。市长登记卖就赶紧提醒。端午节不移动，在家吃肉粽。 毕竟即卖是非常时期，好花伫个厝内，照到降低传染的几率甲风险，唔通互5日节探亲造成防疫网来破空。